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。今天我们来这边啊，我们村里是停水了。Hello， 小白在干嘛？洗澡。洗澡啊，对，洗澡啊。阿丽在干嘛？阿丽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到这边洗澡啊。哦，来烤饭。好多妹妹，我们一起过来的。你啊，到家就到去到你。干烈先洗衣服了。大家好，这是老挝。老挝一年都是夏天，现在也是旱季了，没有雪。这是玛丽和小白在河里面洗澡。大家好，这是老挝。我们老挝一年都是夏天，现在也是旱季，没有雪了。这是玛丽和小白在河里面洗澡。老挝现在天气很热，我们在这边洗完澡，感觉好舒服。买票啊！安仔，爱你么么哒！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。阿丽在干嘛？洗头发。洗头发。洗头发。啊哈，他姑姑帮他洗头发哦，他姑姑多好啊。小白在干嘛？洗头发。洗头发啊，这是我家小白5号啊。今天我们家停水了，没有水，没办法，只来这边。小白帮阿丽洗头发。哎呀，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。今天妹妹她们，你帮我洗澡，我帮你洗澡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明娜，我是1号。啊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我是5号。啊哈。大家好，我叫玛丽，我是8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丽，我是2号。到水里啊，比较近。哇塞！在干嘛呀？大家好，这是东南亚老挝国家。今天停水了，妹妹一起过来的。这边水有点深啊，妹妹她们也不敢进去，因为我们也不会游泳，真的。看看她洗澡。玛丽干嘛？洗澡。好多妹妹啊，表妹，这是阿丽啊，阿丽水凉不凉啊？洗澡。洗澡啊哈，米娜也在这哦，洗澡啊。好多妹妹啊。